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5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了解台南市政府0206赈灾善款运用的情形，上午副市长王实施伫个议会定期大会进行专题报告，当中议员上界坚持的，就是讲有专款专用。这个24间学校的老旧校舍改建，应该是编列正常的预算，无应该为善款来支出。根据市府所提出0206地当善款统计，总共收入42亿外，到今年2礼拜杂志剩18亿外。而到底这钱后续如何运用？而包括对人的慰助、对建物的补助以及其他总共73项目当中，上届受到议员关心的，也是回乡建物的补助当中，有立新、将军、综合等24间老旧校舍改建。议员质疑到底有经过中建委员会，有正式是甲地当相关的鉴定报告，重点就是坚持爱专款专用。当初市府希望这些补助的对象包含刚刚议员有提到老旧校舍的时候，想要请问，那市府是不是有把这些建物在受0206赈灾的当下的各项证据，比如照片、建筑物的鉴定报告这些，有没有送到这个0206赈灾复原重建小组和善款监督委员会来讨论呢？完全都是因为0206，我来跟你讲清楚哦，我跟你隔话你讲，这些钱要专款专用，好，你的鉴定报告全部24间学校都是因为0206的地震而影响。因为补助的校舍，他们是不是也是因为有在这次赈灾，这个0206的这个地震有受到影响？是，必须它是因为赈灾有受到影响才可以列为补助，而且这个补助其实中央仍然补助了90%，那我们用善款支应的是10%。哦，就有1亿多，也有中央的一个补助。对，大部分是中央，我们大部分是中央。另外，在人的慰助当中，失去双亲或是变成单亲家庭的儿童少年，因为3天来才开312万元。对此，议员蔡淑慧甲李忠诚等人也相当关心，要求应该分配更较侪资源来投入，帮助这群上届有需要的弱势，伫就学甲生活顶面，互因安心无顾虑。台南新闻管自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陈氏宗庆会第14届第3次会员大会，23号上午伫个总理饭店召开，包括世界陈氏宗庆总会理事长、台湾省甲各县市理事长拢到场祝贺。立委陈廷辉也以陈氏查某囝的身份参加，场面热烈。伫个理事长陈秀丽的带领，台南市陈氏宗庆会23号上午召开第14届第3次的会员大会。大会进前，首先公营开张圣王的圣教，并且分享祝寿，并共读陈氏祖训，包括陈氏宗庆会世界总会理事长陈正德、台湾省以及各县市的陈氏宗庆会总长，拢到场祝贺。立委陈廷辉嘛以陈氏的查某囝身份到场致辞，肯定理事长陈秀丽的服务精神。理事长真的不简单吼，我定咧讲，画一个家吼，就足无简单，但是伊今仔画的是咱陈氏宗庆会这个家，是不是大家拍一个捧啊一个吼，真的不简单吼。尤其我们的秀玲理事长，我听伊讲，真的伊伫阮台南吼，对着咱社团的付出甲贡献超过30档，但是毋是社团尔。包括所有咱的宗教文化，伊也赶快拢徛伫第一线，所以这个真的在我们的现场点啊吼，会当讲付出诚济吼。2天前，无意中来接到这个陈氏宗庆会，这2天来，阮祖囝也搭下手，尽心尽力，我尽心尽力来为这个宗庆会利益来打拼。说实在的，我伫99年，我是会民的会员关做一回啦，所以今仔日来做伙一日，
我是问心无愧，对的是咱的宗亲。陈秀丽伫接下台南市陈氏中心会理事长以来，不但创下该会头一位陈氏查某囝来担任理事长，同时嘛对大陆中埔的祖庙领会开宗圣王的分灵神尊，创下有史以来除了桃园以外，中埔祖庙第2尊分灵神尊伫咧台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2000年，由一群热心的朋友所发起，要为感情朋友加油打气，同时互家属得到休困的机会，特别成立了癌友新生命协会。18天来，伫国内外成立未少日间陪伴的场所，义务提供癌症的朋友甲家属交流互动，并且透过各种的课程来疏解因的心灵。成立18年以爱为出发点的中华民国癌友新生命协会，伫2004年得到世界心理卫生联盟的评定，为世界60大健康团体之一。18天来，协助将近8000位的癌症或者重症朋友活出新的生命。4天前，并且伫咧台南来创立园场，义务来提供癌友或者是家属一个日间陪伴加心灵放松的场所。几位朋友得了癌症，那我们一直在帮助他。那因为每一个人住在一个不同的地方，那受到家庭的影响，所以我们就创了一个园场，让大家可以一起来，然后在这个地方陪他们生活，让家里面的人也可以松一口气。然后在大家集体在这个地方有互相照顾，互相因为生命故事的历程，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更不需要害怕了，所以我们才会设立这样一个园场。那因为癌症跟环境跟人的关系很重要，那所以我们就用一个让大家很想来、很喜欢来了不想回去，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来释放一下之后，他就可以让自己的身心可以得到调整之后，那自然而然的癌细胞就不需要再来帮我们提醒我们怎样子来调整自己的生活。为了改变过去癌症朋友伫咧厝内只有单食、单困、加单死的观念，协会透过日常的课程，包括身体自觉、气息的调整、加心理辅导等，帮助患者行出户外，活出家己。现场嘛有一位年癌4期的患者林小姐来分享伊的学习心得。那时候我就是癌细胞乳癌，然后癌细胞转到脊椎、髋骨跟淋巴。所以我当初化疗的做了8次化疗跟13次的放疗，然后那时候化疗的副作用让我整个人都非常的虚弱，然后来到这边练功以后，就发现身体上面体力啊、食欲那一些都有改善回来。那最一开始进来练的时候，先改善的是我的那个睡眠，因为那时候都要吃安眠药，我一开刀完以后就没办法睡了。然后就是来练脊椎旋转以后，有听到其他的师兄师姐分享说，它可以改善睡眠。创办人林鸿章强调，协会成立，包括原厂的课程，拢是完全免费提供癌症朋友的服务，所有的费用拢是靠社会善心人士帮助。透过背后这座大大的新生命墙，每一道拢表达社会人士对癌症朋友的关心甲关怀，因此协会呼吁朋友会用真真正正来行出来，唔通有任何的压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急诊室的医生爱面对各种病患甲抢救生命压力，会当讲是看尽人生百态。台南市立病院急诊部的主任苏世阳，伫13天前，就组乐团用患者的真实故事来写歌创作。8天来克服万难，总算出版一本音乐册。医生表示，因的乐团坚持无做表演，而是用音乐演讲的方式，一边弹唱一边讲故事。急诊部主任苏世阳，除了以医生的身份，同时嘛是乐团主唱，上午伫歌手甲吉他手的陪同，对外发表因成军13天，伫拍拼8天以后，终于克服万难所完成的音乐册。医生表示，册中131条创作，拢是患者甲家属真实的故事。因的坚持就是用生命来写歌，用音乐来讲故事，嘛是因的团名为什么合作玫瑰木？玫瑰木是一种木头嘛，它就是做原声乐器，
它的呈现一种原声，就代表我们的乐风。那我们的音乐其实就是在写人生的精彩，然后最后还是要坦然的面对死亡，那就是坟墓嘛。那你从这个玫瑰木，你可以了解我们的写作内容，也可以知道整个我们传递的乐风是什么。其实你听个玫瑰木，乍看你可能不了解，但是了解之后，你就觉得哇，非常适合代表我们的乐团的团名。记者会中，医生一面讲伊创作的背景，一面播送大唱音乐。其实因早期会到音乐餐厅演唱，不过现在已经转型，参照这款音乐演讲的形式来分享。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在户外表演，我们做一件很质感、很有文艺的东西。我坦白讲，旁边如果是一个胖哥团在那砰砰砰那骂脏话的，可能很多人觉得那个比较棒。你那边讲的很文艺、很艺术，讲故事，其实在户外，其实我们没有那个。赢人家的层面，就是大家不会觉得我们音乐好。但是我关起门来，我们做音乐、做演讲、做讲座，然后我们做一些很艺文、很有质感的音乐。我想，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没有人是我们的对手，也没有人可以做这样的东西。面对多才多艺医生，而且这么有社会人文关怀，同款的急诊室工作的护理长，就相当的感动。在急诊室这个忙碌的一个环境，那我想我们的主任就是会，就是在这种忙碌的情况，他还可以就是去想到我们病人的一个心里面一个深层的地方，那就是这些歌，然后或者是他一个作品都会触动我们的一个心。所以其实，在急诊这个环境紧张忙碌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还蛮让我们感动的。这样。乐团表示，3月29日因第一场对外新册发表，就伫木棉道餐厅，嘛欢迎民众做回来捧场。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叶坤杰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人爱读册。第4届拍鸟俱乐部顺营永恒连展，4月4号到4月28号，将伫台南生活美学馆登场，邀请国内168位鸟类生态摄影家做伙展出作品，包括台湾特有的鸟类，甲世界各国的鸟仔，要借此推广生态保育。拍鸟俱乐部为2016年开始举办摄影展，就得到真好的评价。今年经扩大甲市政府共同主办，邀请到国内168位鸟类生态摄影家参展，展出作品包含台湾特有以及世界各国的鸟类相片。参展的会员有打摕到哈姆丹国际摄影奖的陈晨光、前国政署长邱淑媞、美国惠氏药厂总裁王文德以及 Happy 先生王贞吉等，摄影展具有国际水准。这一次，我们的拍鸟俱乐部特别在我们的美学馆办理这样子的一个特展。我看了资料，有168位的爱鸟人的摄影家，大家共同来参展。我想这个应该是台湾有史以来参展最多的一个摄影展，有168位爱鸟的朋友们，长期以来关注这些摄影，去记录他们哦。像我比较熟悉的就是王老师王贞吉哦，他长年以来拍摄黑面琵鹭，那让大家对黑面琵鹭的生态有更多的一个了解。我想
王总裁大企业家，这个这么忙碌的情形之下，也投入这样子的工作。所以我发现我们168位摄影家里面，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都有哦。我觉得这真是台南人的一大福气。非常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台南市的大家长黄伟哲市长，当我们告知就是有这样子盛大的展览的时候呢，市长呢非常非常的乐意呢与我们呢在生态保育这一块呢，就是大家一起来合办，然后让全国台南市以及全国的民众呢都可以来认识这些美丽的鸟儿，因为这些美丽的鸟儿其实真的来自不易。我们的顺影永恒呢，其实每个画面就只有那么一次，而且一生就只有那么一次。主办单位表示，鸟类生态甲人类生活环境其实是息息相关，就由生态点数的镜头，将大众的视野扎到户外，借此唤起民众爱护生态以及爱护台湾土地的心，也欢迎社会各界赴约免费参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福冈县南台北医安乐妇幼系列讲座将在4月1号正式登场，为期14天的讲座活动，邀请无同领域的学者专家、甲知名的人物来分享因的人生智慧。主办单位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安乐妇幼系列讲座举办至今已经迈入第13天，举办以来邀请真侪社会各界精英担任主讲。议题设定嘛不断追求多元创新，目的就是希望会当提供予社会大众更加丰富的学习成长甲心灵交流，借由活动，互大家体会星云大师推动的灵感佛教、幸福白发的意涵，互社会更加祥和温馨。2019年安乐妇幼讲座自4月1号至4月14号，连续14天举办14场。每一天、每一场都在晚上7点半，这个时间正好是合家用完晚餐、放松心情、交流的好时刻。所以这个时候，您与你的家人、朋友相约，一起来到南台北院，一起听讲座，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共享心灵飨宴，相信一定可以有丰富的收获。讲座的主题涵盖脑力激发，还有心灵成长、理财、品德行为，还有潜能开发，还有情绪管理等等。希望这么丰富多元的一个课程，能够丰富大家的学习。2019安乐妇幼系列讲座4月1号到14号，一连14天暗时7点半到9点，在福冈山南台北医2楼举行。每一场的讲座拢会邀请无同领域的学者专家、社会精英名人，甲福冈山资深的法师以对谈的方式，分享因的人生智慧甲经验，而且完全免费。欢迎社会大众踊跃报名参加。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基美学中心眼科医生张玉新在看病过程当中，深深感受到真侪腰子病变的患者，在洗腰子以后会有角膜溃疡等等各风险。日前特别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希望唤起民众一定爱提高警觉。基美下中心眼科部张医师表示，最近门诊发现慢性腰子病变患者发生目睭红肿、痛痛情形有增加的现象，因为烦恼严重会造成视力减退甚至失明，所以嘛，可以对外发表此篇论文，刊登在国际期刊，来呼吁细心的民众千万唔通疏忽，只要目睭有无爽快症状，就一定要赶紧就医进行评估。证实肾病变眼科相关疾病的范围广泛，从眼角膜到视神经到视网膜，所以在此呼吁所有的肾病变的病人、洗肾治疗的病人，如果说你的两个眼睛产生了疼痛或者是视力模糊的情形，请尽快至眼科就诊，由眼科医师为你检查、为你评估、为你治疗。
还有另外要提醒所有肾病变接受洗肾治疗的病人，如果你有3高的疾病，这些共病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也需要好好的控制治疗，以减少产生肾病变眼科相关疾病的可能性。当然，医生强调，目睭的治疗就是治标，治本也是要控制好腰子病以及相关糖尿病、高血压加高血脂，才当降低目睭病变的风险。带来新闻，顾文吉、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20度到29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3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全，咱再会。